源局第6集：英國工黨政府的理財哲學究竟是什麼？ Hello，大家好。今日我哋傾偈嘅嘉賓咧就係阿新啦。咁佢而家喺英國啦，就係本身嘅研究範圍就 exactly 就係今日想講嘅題目啦，同社會學啊、社會福利等等有關嘅 PhD。咁我哋不如就直接講嗰個話題啦。本身我哋有一條片咧，就想介紹英國而家工黨政府嘅財政預算啦。咁嗰個題目好似好悶咁，但係其實同無論係身在英國定係唔喺英國嘅香港朋友咧，都係好息息相關，就牽涉到佢哋嗰個理財哲學。咁好多朋友對工黨政府其實都會，即係特別係香港人咧喺英國嘅都頗有意見嘅，即係覺得究竟佢哋而家啲加稅嘅政策啊，咁究竟係咪 work 嘅咧？咁嘅增加開支其實又錢從何來咧？等等，不如先請你同我哋分析一下，究竟佢哋呢一個政黨本身成個理財哲學係點嘅咧？第一章：英國公共財政的風險管理。簡單講工黨個理財哲學咧，其實同保守黨唔會真係差太遠嘅。即係其實我哋如果講嘅話，可以將佢變成一種文化啦嚇，英國政策嘅一個文化啦。佢哋好着重一種即係技術上面能唔能夠控制咗啲風險。因為其實喺英國裏邊咧，即係如果大家喺英國住嘅時候，或者同喺香港生活開咧，其實會有啲幾大嘅唔同嘅。喺香港咧，就係大家政府咧就叫你哋自己搞掂嚇，但係喺英國咧，其實佢成個社會制度或者福利制度咧係攤分一個風險，即係大家夾一啲錢出嚟，例如 NHS 啊，例如稅收啊，例如國民保險啊等等，其實都係大家夾一啲錢出嚟應付啲公共開支，而嗰啲公共開支咧係必須要即係照顧晒所有人，得出嚟嘅結果就係咩咧？就係成個公共理財咧，或者成個公共財政咧係。一定要有一啲數要跑到，一定有啲數要收到，所以點解即係喺英國裏邊，大家可能喺英國住嘅香港朋友就會覺得啊，點解要收咗我哋咁多錢呢？嚇，即係冇咗2成幾3成咁樣嚇，嗰個人工咁樣，就係一個咁嘅感覺。同時間啦嚇，即係佢亦都要俾一個好清晰嘅信息俾每個即係納稅人喺英國，就係有一個政府會幫你包底一個咁嘅道德嘅一條線。嚇，呢個就同香港有少少唔同。香港就係綜援就係最後嘅安全網啊！你唔掂，你唔會令你瞓街，但係最後都會唔有個安全網保住你。但係英國就唔係嘅嚇，即係差唔多喺啲日常生活啊，好多嘢都要政府嘅公共開支去應付。咁呢個就係有啲唔同啦。所以佢哋對公共理財嗰種睇法都有唔同。佢哋好着重收到條數咁樣咯。係，因為我哋以前喺香港咧，起碼讀書嘅時代啦，成日都會假定英國嗰套同香港差唔多噶嘛，即係大市場、小政府。咁但係嚟到英國住之後咧，好多朋友先發覺原來佢哋即係個政府係非常之大嘅，個市場又唔係真係咁大嘅。咁究竟即係以前我哋有即係喺印象中啦，起碼我哋細個嘅時候啦，以為戴卓爾夫人個時代已經改晒呢啲嘢噶嘛，私有化呢樣嗰樣。咁究竟而家成個 trend 係點嘅咧？其實成個 trend 咧，我諗我哋用多啲即係喺英國在地生活嘅比較大家容易明白啦。即係當大家喺日常生活裏邊去到物價，去到日常生活嘅開支啊，其實好似私有化咗。其實我哋都係受咗好多公共政策嘅影響嘅。即係簡單講，可能大家嚟咗住英國幾年嘅時候，就會有一個好清晰發覺到物價高咗好多嚇。啱啱嚟嘅時候買嘢去超級市場買嘢唔使咁貴，嚟到依家越來越貴咁樣。其實可能同脫歐之後有關係，一個政策有關係。雖然佢好多時喺啲公共服務啊，喺啲資源分配嘅時候，可能私有化咗，但係公共政策個影響力就非常之大。所以我哋好多時有個經驗啦嚇，尤其是脫歐之後就更加明顯啦。睇翻頭先我哋講嗰個關鍵問題啦，其實就係錢從何來，即係你嘅政府要去到冚好多開支，你要自己搞掂。咁其實最關鍵都係咁，你有冇途徑開源啫？咁今次我哋想講佢即係加稅，其實究竟係有用定係會有反效果咧？即係你加稅咁啲人可以走噶嘛？呢個時代一全球化，咁你以前你個地方係安全，跟住大家覺得係可靠，咁咪留喺度咯。咁但係啲富豪咁最叻係避稅噶啦。咁世界上咁多地方可以走，咁你覺得其實嗰個 effectiveness 又如何？第二章：加稅政策對物業市場與社會資源的影響。我諗我哋都
喺呢個討論嘅前提底下，都需要有個清晰嘅概念，就係即係富豪避稅係合法嘅，即係佢哋係用一個合法嘅方式去交少啲稅啊，即係而唔係用非法嘅方式去避稅。尤其是喺財政預算案之後啦，有錢嘅人其實佢哋係有動作啦，一定有動作。大家可能睇新聞嘅時候，佢哋都可能會去第二個地方，移去第二個地方啊。你話大規模撤資啊，可能都有嚇，即係但係未見到住。但係喺個社會裏邊，其實不斷出現就係咩咧？可能大家可以留意嗰啲物業市場啊，好多人原本有物業嘅都想賣咗佢，租俾人都想賣咗佢嚇，因為嗰個即係收個稅係越來越多，佢哋根本就圍唔到皮。而收稅嘅時候，我哋喺個社會裏邊會需要睇到嘅就係話，究竟呢啲稅收咗翻嚟之後，其實係點用？定係淨係應付原有嗰個公共開支咧？如果應付原有嗰個公共開支咧，其實我哋睇唔到任何可以改善嘅空間。點解咧？就係喺個財政預算案出咗之後咧，其實政府係冇減到，或者係冇政策係有效利用嚇，即係或者精簡啲人手啊，或者係原有人手點樣有效將能力配置啊等等。咁我哋見到越來越多嘅就係咩咧？就係我想講一個例子，就係青年失業啊。青年失業率喺2024年到2025年，我記得嘅大概即係16% 左右嚇，即係佢哋青年失業就16至24歲嚇。另外係乜嘢咧？另外越來越多嘅就係 NEET，即係Non-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Training，即係不在學、不就業又唔係培訓嘅一啲青少年，亦都係喺2008年之後啊，一個高嘅水平啦。之前有提過嘅就係講緊一啲英國啲學徒計劃嚇，點樣協助啲青少年喺中學之後即係進入一個就業市場啊、工程嘅嘢啊等等嘅一啲學徒計劃，亦都 cut 緊開支。我哋會睇到啦，即係究竟我哋嘅稅收咗之後，係唔係為咗創造更大嘅社會財富呢？定係製造緊越來越多人力資源錯配啊？咁可能喺依家工黨政府個財政預算案裏邊係完全冇去處理，即係喺財金以外嚇，例如點樣人力資源啊、社會資本啊呢啲嘅方面咧，其實係佢哋係冇處理到嘅嚇，只會越來越 cut 得少錢嘅時候咧，我哋會睇到佢哋個公共財政未必向一個真係全面嘅社會發展，創造緊一個整體社會財富嘅方向去行咯。其實有咩其他選項咧？即係我諗呢啲係好大嘅問題啦。即係任何國家政府都係想即係稅多啲，啲人又可以俾少啲，咁即係大家開心。咁但係其實嗰個有限嘅選擇其實就唔多嘅。如果唔係行工黨呢個路線，譬如話 in case 下屆保守黨或者係 Reform UK 上台，咁你覺得有咩唔同？即係有咩可以揀先？嗱，首先就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啦，即係脫咗歐其實都係一個致命傷嚟嘅，即係無論係貿易物價嘅控制啊，完全係變咗做英國自己本土嘅問題嚇，即係簡單講就係自己本土要應付晒呢啲風險嚇，係好困難嚇，即係咁依家物價嘅上升啊，越好直接係由呢個即係唔能夠同喺歐洲有一個直接嘅貿易同嘅聯繫啊，或者係採購有關啦嚇，所以第一樣嘢唔好講錢住，喺啲政策上面，我哋期待見到嘅就係有冇方法揾新錢，有冇方法喺自己嘅鄰近國家嗰度建立翻一個好嘅貿易關係嚇，即係我哋會睇到究竟英國同緊即係對外嘅貿易點樣將啲錢即係令到外來嘅資金投資翻喺英國咧咁樣，如果唔係只係大家糖水滾糖魚。我諗大家都好熟悉，我哋2003年沙士之後，即係嗰個600億嘅財赤嚇，點樣都好啦，都有自由行嘅出現啦，係咪？即係都有啲外來嘅錢啦，唔係硬掘自己啊嘛嚇。但係英國喺依家呢個工黨嘅財政預算案或者佢嘅財金政策底下，我哋有冇見到佢有任何動作係向外揾啲新嘅資金入嚟咧嚇？真係可靠嘅資金來源喎嚇咁樣咯。如果你對世界局勢有興趣，但厭倦咗網上非黑即白嘅對立同埋爭拗；如果你希望喺消費同埋投資之間保留一份文化底蘊同埋品味；如果你都好想保存屬於我哋嘅歷史記憶，帶住呢份傳承融入世界各地，希望呢度可以俾你揾翻一個自然有溫度嘅國際空間。
我哋每日都會為你介紹一件私人藏品，由歷史古董到時代舊物，帶你由生活細節了解背後嘅國際脈絡。第3章脫歐後的貿易困局與尋找外來資金挑戰。咁換句話講，你會 expect 如果係保守黨或者係改革黨，你一係就要同歐洲加強翻聯繫，一係就另外要搞外求，咁就要揾翻美國啊，甚至係中國嘅資金噶啦。但係無論係點都好，都唔似係一個可以短期內 viable 嘅 option。短期 viable 嘅 option 咧，即係我諗係好難去短時間去解決到。同時間，我哋唔係話需要見到一步到位嘅嘢啊嘛，起碼會見到一啲政策嘅意志嚇，佢哋能唔能夠想唔想有一個另外嘅框架去睇，即係我哋依家英國本土嘅問題。但係我哋暫時睇唔到啊，暫時只係大家見到越來越多嘅罷工啦，例如早幾日見到嘅就係啲老師都會罷工啦嚇，喺跟住大學不斷裁員啦，小生意見到過完聖誕檔期大家都捱唔住啦，有啲都執啦。其實咁嘅時候，你會見到我個稅基其實薄弱緊嘅時候，咁我哋要見到嘅唔係話要佢一步到位揾得個新嘅錢，就突然間有個新嘅錢出嚟，而係點樣有一啲啱即係適時嘅嘢嚇，即係有效嘅嘢去見到政府係有意志去改變即係而家個困境咯。但係依家你見到工黨嘅就好似有個技術官僚咁樣嚇，佢全部睇住指標去做。嗰陣時我記得就係佢哋講緊啊，我哋有幾多個 headroom 啦，即係所以咧就決定到我哋加稅定唔加稅。即係好多時呢樣第一，第二嘅就係大家俾咗稅，好啦，你真係向大家抽多啲稅啦，你俾唔俾多一啲尊重大家咧？俾唔俾多一啲回饋大家？有一個覺得自己夾咗錢都感受到政府有照顧緊大家咧，咁樣，我諗呢個就唔止香港人社區嘅，其實係全英國，即係喺財政預算之後，英國人都係會有一個咁嘅感覺，就係大家夾得個稅就係有個道德責任，但係大家會去問，究竟我俾咗稅之後，政府有冇照顧過大家咧？咁我頭先講緊青少年就業嘅問題，令到可能青少年問題又嚴重咗嘅時候，大家就會覺得，喂，究竟英國政府有冇一個藍圖，有個 vision 嚇，即係去令到呢個社會繼續有個可見嘅將來發展咧，咁樣。第4章基層服務資助削減餘，社會互助網絡崩潰。最後我哋講翻你本行啊，即係你做開啲 social work 啊，或者係你研究開社會福利，咁你會接觸開啲因為英國呢一邊比較基層嘅朋友啦。其實正路嚟講，工黨呢一類嘅思維，就算佢去加稅，跟住令到有錢人唔開心，中產唔開心，咁你起碼基層應該開心噶嘛。咁但係你接觸個基層，其實又覺得如何咧？如果你話喺我哋可以做個例子咧，即係好似喺英國一啲社區服務、社會服務咁樣，係呢幾年即係 cut funding cut 得好嚴重嚇，即係有好多嘅服務或者係嗰個好多社區裏邊嘅服務咧，之前有啲錢嘅，而家都冇咗啦。大家去到一個邏輯就係不斷去競爭咯，即係佢競爭嘅意思就係原本唔係申請某類型嘅服務嘅 funding 嚇，都會嚇，即係因為有啲 funding cut 咗，就會大家就會變成個競爭好激烈。咁嘅時候，咁個結果係乜嘢咧？個結果就係逼住有一啲非常嚴重嗰啲即係永遠即係可能去到一啲最嚴重嗰啲嘅議題，咁一定係變成一啲高嘅項目咯，一定會俾嘅項目咯。咁有一啲看似冇咁高風險嘅項目咧，就一定唔會得到任何嘅資助，咁啊焗住要停咯。咁呢個亦都係喺個福利制度或者係個社會保障制度嚟講，係一個好唔健康、好唔理想嘅狀況嚟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即係點樣可以解決咧？咁呢啲都係錢嘅問題。但係你會唔會點樣去有一啲方法？即係例如，如果你冇錢嘅話，會唔會點樣去發展多一啲嘢嚇？即係加強一啲合作嚇嘅時候，令到大家可以喺呢個艱難嘅時期，或者係唔夠資源嘅時期，都可以維持一啲即係社區一啲叫做能力嘅一啲提升啊，或者一啲培養咧嚇，令到大家都低成本都做到嘅，做住先。嗰個成個社會機制、個社區機制係
繼續 work 先。依家見到好多就焗住要停，唔係香港人嘅服務咁簡單嚇，即係見到好多本地即係唔同嘅檔口，其實有啲服務都焗住要停嘅。咁因為冇錢啊嘛嚇，咁嘅時候咁到最後就令到連嗰個社會嗰個互助嘅網絡都崩潰咗，即係呢個係亦都係有個咁嘅趨勢啦。喂，頭先你提到佢哋少咗分零啦，咁呢個係即係講緊需要申請分零或者係間接受惠嘅朋友咯，但係佢哋會唔會另一方面都會覺得工黨政府嘅思維，起碼佢直接嘅收入可能會多咗啊，又或者佢可以享受嘅福利係多咗啊，即係其實有冇任何好處先？其實依家好多時佢係好似填緊條數咁嘅啫，即係嗰個窿好大，嗰個黑洞咁樣。佢依家好似填緊條數咁樣。大家喺公共服務裏邊唔覺得有一啲好大嘅提升嘅，即係仍然好多公共服務嗱或者係點解啲服務永遠都揾唔到嘅人幫到手嘅咧？即係大家係我覺得唔似係即係加咗稅之後提升到服務，加咗稅之後填緊個窿咯，即係嗰個水平冇乜大變嘅。第五章技術官僚管治趨勢與未來政府的改革意志。咁我最後一個 conclusive 嘅問題啦，即係你一個 study 開呢一類題目嘅我諗研究員啦先叫。咁你覺得in the long run 其實而家呢一個英國政府嘅做法，究竟係一個常態，定係一個好 abnormal situation 咧？定係其實永遠都係咁上下㗎啦？因為過咗帝國即係嗰個輝煌嘅階段，咁以後只能夠不斷冚嚟冚去，咁但係我哋只能夠 expect 大概就係咁 run 落去㗎啦。你覺得而家即係你會點評估一個比較長遠嘅未來啊？其實長遠嘅未來，我諗呢種技術管治嘅方式係一個潮流嚟㗎啦，即係當每個即係當個政府即係要去管理嘅話，嘗試去管理一個風險講一個社會風險嘅財政風險嘅時候，即係都係用一啲類似嘅方法去揾啲人攤分啲風險，但參在只係喺英國喺脫咗歐之後，佢嘅風險只可以向內攤分，唔係向其他國家去攤分。即係話可唔可以透過啲唔同國家嘅合作去攤分一啲，即係去攤分啲方面，諗一啲新嘅橋出嚟咧？咁喺脫歐之後，明顯英國係面對一個好大嘅局限。咁所以佢依家只可以咁樣做，但係我唔覺得冇選擇咯。即係作為一個民選嘅政府或者工黨上咗台之後，好睇佢哋嘅意志，即係究竟佢哋想做啲乜定係想上嚟過下場定係想我哋好需要應付呢啲嘅困境嘅時候，嗰個政府究竟有幾大嘅意志，有幾大嘅毅力去或者決心誒去改變一個現實咯，而係定係上到嚟繼續啦保守黨都係咁噶啦咁樣，咁好快佢咪會落台咯？如果咁嘅話，即係我自己預見嘅將來係咁。但係你話喺英國嚟講，會唔會下一個政黨上嚟又會有一個新嘅局面我諗好睇佢哋即係有幾大意志去對抗呢個阻力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英國，即係我諗呢廿幾年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管治上面一個文化嘅咁樣。好，我哋今日先傾到呢度啦。咁我諗以後英國有好多其他嘅發生緊嘅事情啦，都係同翻佢哋公共開支等等有關。咁我哋有機會又再請教啊。咁啊，今次先唔該晒阿新。好，唔該晒。拜。人物志，大器晚成的黃仁宇，60歲才真正開始的學術人生。郭關平，英國大選的投票權，為何英聯邦國家公民 BNO 持有人均能投票？時間囊訪問印度女主播，印度電影是民眾向心力來源。國際講第一卷，美國與香港第56集。如果戰後蔣介石強行接管香港，